在生动，我要你记得，不言对承诺。现场500位大众评审投票结果的排名，我们从第几名开始揭晓？您想第几名就第几名。那我们就套路一下，从第4名开始揭晓。本场竞演的第4名，他演唱的是一首献给挚爱的歌。我最亲爱的，妈妈也是挚爱啊，挚爱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。的第4名，杜丽莎，杜丽莎。恭喜老师。我们都喜欢你，希望你永远的唱下去，请坐。谢谢。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3名，本场竞演的第3名，他对他表演的这首作品赋予了新生，演唱了这首歌。出人意料是狮子啊，迪玛希，他唱了中文歌，这首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呈现，我觉得是迪玛希。我觉得是狮子。现在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迪玛希和狮子中间。第3名是为这首作品赋予了新生的是迪玛希，迪玛希。我相信中国的观众也感受到来自晋筹小哥哥的诚意，恭喜！我们要恭喜林忆莲，林忆莲。狮子合唱团，狮子合唱团，狮子合唱团。